讲到总统路清地车队顶一日下晡要登总统府的半路，伫半路煞有民众伫遐耍厨房，这房啊冲到路中，加在是无发生意外。另外，副总统萧美琴伫新北市永惠徛街附近也传出着枪声，原来是警方伫咧掠嫌犯，甲这贼车开枪，枪声也随后国安人员紧张起来。萧美琴本人是无伫咧厝内面，落尾伊也伫网络顶头铺文肯定执法人员。 几啊台车驶到现场，便衣的刑警落车，伫咧前办这个窃盗案要收尾的时阵，发生另外一件代志。现场封锁线已经救起来，几啊点钟进前，嫌犯继续配合，超工赛车弄警方，警察连开3枪甲伊阻挡。不过案发的地点就伫副总统萧美琴因徛街楼骹。警察把他挡住，可是他突然就转换方向，就是加速的开走，然后警察就开了几枪。雄雄几啊声的枪声，民众是议论纷纷。 警方讲开枪的时阵，唔知影讲副总统因兜就伫正对面，不过现场是国安管制区，维安人员嘛随来关心。了后，萧美琴伫社群报平安，讲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伊无伫咧厝里，嘛肯定遮辛苦执法的人员。也若警方这一届掠到姓谢的主嫌，二五伫咧新北市永和，较早保二总队的所在偷摕电线，了后登去旅馆休困，警方是随出动掠人，穿着刺青的作案的一个便装衣物。 变换假车牌来规避警方的查缉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这是集团性的犯罪，主要锁定虾皮的门市，直接偷摕现金。也若犯案的地点分布伫中部以北的地区。今年9月到达，犯案至少已经有18件，上警干那用20秒的时间，都把钱偷摕过手，不法所得有甲127万。另外，就伫这几天，嘛标出总统的车队差一点嘛就出代志。 少年于人行道上以滑板代步时不慎跌倒，致滑板滑入车道，所幸未造成后方车辆事故。一个少年人伫咧溜厨房，雄雄徛无在，厨房就安尼飞去路中央。拄啊好这个时阵，总统的车队要登去总统府经过，加载无搞到。警方提醒，这类器材甲文具，敢若会当伫咧密闭的区域来使用，若无依法会当罚5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